台南七股大寮大排系统进前单那四扫过破一大坑，有几哪社区拢做大水。加在即个用流的灾情无讲介严重，不过就惊风台会过来，水利局目前正咧赶工，经受报花。 为着修补七股区大寮大排差不多80米长的破坑，相关单位架设临时便桥，互东兴机构会当入场抢修。但那些风台已经过1个月啊，毋过边仔海巡七股哨站，都还阁有捡大海用线变起的船只，甲即马都还未复正，就会当知影当时影响有偌大。尤其是拄仔是风台季节，破坑若影响到盐埕里，甚至顶山西寮都无法度避免，当地民众也真烦恼。效果无好，按讲现在土刷因阮遮的。 风影大，啊，伊会扭，啊，你互扭伊口伊都拢无去啊。所以讲你已经无用空的，哦，拍输都无起来，较有法度。等那湿的时阵破去的，啊来个其他的雨花拢嘛不堪使用啊，规个总长嘛是盖长的，差不多几乎到咱这个要较顶山的所在，大来大排的雨花来甲改善。 对这代志，台南市水利局紧急设置临时补换，好甲在即届面临用流风台来补换有作用，阁无拄到电流，社区无造成重大损害。啊，毋过因为是应急的工程，民众望会当赶紧完成补换的修补。水利局嘛表示，一定2礼拜内会当完成。那边大概有80公尺左右的一个缺口哦，那我们目前已经在赶工，预计2周内可以来完成啊，也会做永久性的一个保护，也在这个争取的里面。 台南市政府已经向行政院争取17.6亿，未来针对沙埔的服务，也有大寮排水做防水闸门，要有效防止大漏水入侵社区。大寮排水的补换嘛会加强做永久性的保护，符合10年保护标准，保障民众的安全。记者采访报道。